呢個客家人啊，無按隨便做啱頭，有我嘅見解，有我嘅改善。父親的服務年資已經快到帶着強迫性的，也可能鼓勵退職。像父親這樣的台灣，我做生意的時間，因為阿爸工作上的關係，桃園那個龍潭街路那個前發冇乜個標準嚟的。不過最重要就是家庭上美滿和愛，那樣一個生活最幸福的。客家人所追求的，我相信到大家冇乜個兩樣。台灣以前本北伐統治的時間，那樣一個環境啊，講起來，到底下都情況係咪通？台灣啊，我靠自家去追求大兵，追求着台灣之美嘅生活，台灣人真係幸福，一點都唔會差。感受台三線上的質樸美學。